后来继续来到新北市，这个叶布红仔鸡店生意无以前遐尼好咯，为着要来趁钱，是甲地下室租互搅场。 利用这个人客来去的特性来做暗号，而这个店门口排档的摊贩，表面上是咧卖食卖啉的，其实根本就是咧顾门。这个警察进前接到民众的检举，到场查访，对方拢来呛讲，摕搜票来才阁讲。不过人行径嘛毋是戆仔，嘛毋是好对付的，因假做是叶布雅机的人客，一个业就业3点钟开1500块，成功冲入去搅屈，甲人 站起来，穿衬拖的查甫真认真的夹娃娃，落地下拢是换好的硬角角。一夹就是3点钟，已经夹2500块。不过其实是便衣刑警。时机一到，警方就撞入去。原来娃娃机的后壁藏一个通道，袂少人对内底冲，因为地下室是帮派咧经营的跋筊场。 虽然有装监视器检查人客身份，连门口的档拢拿袂食的拿到看，不过警方假作人客成功破解。这些不法组织的依附的行业，还有务必要断其金流，那还有它的命脉。 用娃娃机做暗号的天九牌职业跋筊场，一直拢伫三重和泸州，警方甲负责人、员工，佮有跋筊的人客拢抓起来，后续嘛以跋筊罪和涉违法上班。